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8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今天這個財聯社1月28日電說多家房企稱目前已不被監管部門要求每月上報3條紅線指標，不過部分出險房企被要求向總部所在城市專班組定期匯報資產負債率等財務指標。這個6年前也就是2020年8月份監管部門為控制房企有息債務的規模，試點新規，對房企設置融資3條紅線。2021年3條紅線政策擴圍至數十家房企，這本來是對那個個別房企就試點，要他們上報3條紅線。2021年呢就擴大到10幾家房企。監管部門要求這些房企每月上報3條紅線指標。大家也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了2021年這個9月份恆大就爆雷了。現在呢，目前对吧，還沒有爆雷的那些苟延殘喘的房企已經不需要再上報3條紅線了。實際上報也沒意義了，你報不報，銀行也不給你貸款，對吧？你貸了款，你也不敢開發，開發了也賣不了，現在都在擦屁股。為什麼這麼說你看近日建發股份發布2025年業績預告，公告顯示預計2025年年度實現規模所有者淨利潤負100億至負52億元。對於虧損原因，建發股份在公告中表示，主要係房地產業務子公司聯發集團有限公司年內結算利潤為負，存貨跌價準備計提增加，以及家居商場運營業務子公司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公有價值變動損失各類減值準備計提增加所致。廈門建發大家知道吧？那是廈門的一個很著名的國企建發股份。廈門建發我記得是在北京在杭州到處拿地居然2025年也開始虧損了一隻腳已經踏進了 ICU 病房。這個還不算今天有媒體報道說根據近期信息，敏捷集團近年出現大規模裁員情況，說敏捷集團裁員並非空穴來風。根據接近公司內部的人員透露，裁員情況較為嚴重，而且公司已經很久沒有招募新員工。從數據上看，敏捷集團官網信息顯示，其員工總數已從2019年超過2萬人降至目前的12000人，這意味着幾年內員工人數減少了超過8000人。敏捷集團作為一個區域性的房企作為一個小巨人也在承受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帶來的這種痛苦人數已經砍掉了一半，接近一半，還要裁員。那今天最大的新聞那就是關於萬科的。這個萬科是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呢，好的消息壞的消息都有根據財聯社報道說萬科 A 公告稱，公司第一大股東深鐵集團向公司提供不超過23.6億元借款，借款用途為償還公司在公開市場發行的債券本金與利息，借款期限為36個月，借款利率為每筆借款提款日前一工作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減66個基點。該交易遵循市場化原則，不會對公司本期及未來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產生不利影響。按照網友的說法簡單點說，就是萬科等來了大股東繼續向他續命續血23億。這23億就是用來還他那個他不有幾筆到期的這個債務嘛，公開債他不是展期嘛，展期先付40%，剩下的60%還有利息，1年以後再付。這個展期方案得到了這個公開債券持有人的這個同意或者通過嘛，然後再增加增信嘛。所以我记得上一次咱們說的時候，就是這個他40%錢從哪兒來呢？結果這錢還是大股東掏實際上在我看來這就是深圳地鐵就像低保老人一樣，越陷越深難以自拔。如果見死不救，那他前面的投資打了水漂；如果救，可以說是叫越陷越深。這是個泥塘深圳地鐵甚至深圳國資委都有可能被萬科拖下水，單斷則斷呢。實際上2024年深圳地鐵入主萬科，對吧？接管萬科的董事會就應該推動破產重整。如果那個時候破產重整，深圳國資委、深圳地鐵的損失最小。现在看
對吧？不停的往裡投入，越投入它無非就是拖延时间呢。只要韭菜不买房，对吧？只要韭菜不踊跃啊去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买房，万科也是没救。为什么这么说啊？最主要原因就是万科这个包袱有多重啊？就是它那個債務是冰山一角，就是你看到的永遠是浮在水面上的，水底下的是誰也不知道。關聯擔保、關聯交易，所以這個又扯出今天啊關於萬科的另外一個壞消息，對吧？現在傳網啊，到處在傳萬科的郁亮失蹤。昨天咱們節目也說了啊，像這種傳言一點都不奇怪。關鍵今天啊，很多媒體啊，正經的媒體都在報道啊，這個你比如說鳳凰網財經，還有財新網這些大的媒體都在報道說這個郁亮疑似失聯。鳳凰網財經這麼說的啊，他說從萬科退休20天後，郁亮疑似失聯。有市場消息稱啊，萬科前董事會主席、執行總裁郁亮近期疑似失聯，時間已有半個月左右。此時距離今年1月8日，郁亮因年齡退休向萬科董事會辭去公司董事、執行副總裁職務，剛剛過去20天。值得注意的是，在郁亮公開宣布辭職的當天，市場面的反應就頗為微妙。就在其傳出失聯前不久，行業內就有傳言稱，郁亮的退休安排是為了更好的進行調查。根據1月8日辭職公告稱，在到臨退休之後，郁亮不再在萬科企業擔任任何職務。有媒體注意到，萬科集團官網管理團隊的人員中，郁亮的照片已被撤下。對於郁亮近期動態，萬科集團方面表示並不清楚，不予置評。實際上啊，更多的媒體啊，把目光聚焦到萬科的叫員工跟投糾紛。財新網啊，在昨天的一篇報道叫昔日領軍人疑似失聯，萬科緣何陷入員工跟投糾紛。萬科的總裁啊，祝久勝九哥啊，對吧？進去已經1年多了。如果這個時候傳出郁亮進去了，這個一點都不稀奇啊，屬於正常情況。還會有更多的人進去，一個又一個啊。所以我記得前年就說的吧，這些人他睡不着啊，焦慮啊，他們才焦慮啊，他們真正的睡不着，因為想出國出不了，想提桶跑路跑不了，他們就等着傳喚，什麼時候通知他。大幕已經落下啊，也就是買單的時刻到了。1月26號，綠地控股披露的訴訟公告顯示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2025年12月28日至2026年1月22日這短26天內，就不到1個月啊，新增訴訟案件高達2452件，累計涉案金額逼近70億元關口。這一數據不僅較上月同期增長翻倍，更延續了公司全年訴訟纏身的緊張態勢。疊加此前披露的年度業績預虧公告，這家老牌房企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營壓力。這個綠地控股這個也是個混改企業啊，它是第一大、第二大股東好像是也是上海國資委。綠地暴雷時間已經比較長了，對吧？還在苦苦掙扎呀。現在已經就是債權人耐心已經完全沒了，紛紛上手。就在短短這1個月裡面，訴訟就增加了2000多起啊，那全是來告他的。這訴訟而且翻了1倍，說明什麼？這個實際上這個就是叫什麼？叫春江水暖鴨先知。這個越來越多的債權人已經發現了，不能再等了，耐心已經耗盡，再等損失的是自己，所以趕緊上手吧，不能再聽這些開發商，不能再聽什麼有關部門說啊，這個馬上就好起來了，大家不要急，也不再聽這個開發商講故事了，趕緊起訴吧，趕緊上手，能搶點什麼是什麼。所以它反映的是這麼個事啊，包括萬科的債權人的博弈也是的。你看那個萬科的那個境外債權人，還有那個公開債權人，他們的思路很簡單啊，就是從大股東那兒你再掏點錢出來，跟融創是一樣的。也就是你要想債務重組成功，還有那個碧桂園也是，你大股東得有，大股東是控制人嘛，你得表達誠意。什麼叫誠意呢？就是我把我自己的錢掏出來，你看我不是光讓大家出血，讓大家叫展期啊，讓大家受損失，我自己拿出真金白銀出來，這個誠意滿滿吧？哎，這樣的話債權人他就覺得，哎，你看大股東實際控制人他有誠意，他就會同意。如果你一毛不拔，那人家就破產清算了，魚死網破，對吧？所以說你看啊，這個債務重組成功的企業都是大股東啊，把自己口袋的錢拿出來做擔保，或者是做抵押，或者是直接出錢輸血。實際上這就是債權人和大股東之間的博弈啊。因為這個債權人知道啊，我這個1個億或者我這3000萬沒了，你大股東投資的不也沒了嗎？你這更多啊。我一直說到萬科要破產重整，萬科的破產重整說白了就是對大股東、二股東，對吧？這些股東的權益還有債權人的權益進行平衡，進行調整，都除以2，
都除以3，都清算，对吧？所以这個那按照俗話說，誰個兒高誰頂着，那不就是大股東個兒最高嗎？誰個兒最高誰倒霉。所以大股東一看沒辦法，前面已經投了好幾百億了，那還在差乎這20億嗎？就是馬的啊買了是吧？那還在乎一個鞍，所以他又沒辦法又掏出23億出來。問題是後面還得掏啊，你這沒完沒了啊，所以他也是上鈎了啊。救吧，何時是盡頭？不救吧，眼前的損失就已經出現了。關鍵是救也白搭。我們再看看啊，這個2025年一直比較火熱的北京、上海的樓市，对吧？尤其上海那個豪宅都是日光，上海的新房價格是不是一直在漲？按理來說呢，上海的樓市應該很火熱，對吧？上海這個房地產開發銷售應該是節節高升才對，實際上不是啊。我們看這個統計局的數字啊，北京、上海房地產開發是雙雙下降。2025年北京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 15.5%， 全市房屋施工面積10308萬平方米，也就是北京市啊，2025年全年就1個億平米，比上年末下降 9%， 其中住宅施工面積5150萬平米，下降 9.1%， 全年商品房銷售面積141萬平米，下降 6.9%， 這是新房啊，其中住宅銷售面積724萬平方米，下降 7.9%， 這北京記住了，北京2025年这個新房銷售下降了 7.9%， 面積啊，這是北京市統計局的數字，這個不是誰唱空的啊，也就是你中介媒體怎麼說這個樓市什麼小陽春火熱爆熱，反正最終到年底一算，哎，今年比去年少賣了 7.9%， 對吧？這就是像期末考試成績單，對吧？你中间沒考試的時候，你天天吹你成績提高了，成績好，對吧？老師表揚了，到了期末一考試呢，成績單一拿，對吧？4門課3門不及格。2025年上海市房地產開發投資比上年下降 3.1%， 你上海那個樓市不是火熱嗎？結果你看房地產開發也是下降 3.1% 啊。商品房開工面積1492萬平方米，下降 32%， 其中住宅新開工面積818萬平方米，下降 33%， 商品房竣工面積2020萬平米，增長 18%， 其中住宅竣工面積1128萬平米，增長 35%。 好了，商品房銷售面積1580萬平米，下降 4.6%， 其中住宅銷售面積1225萬平方米，下降 9.7%。 這個數字啊，就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上海2025年這個樓市到底什麼樣子。哎，統計局告訴我們啊，上海的新房價格是不是連續漲了10幾個月嘛？它一直是漲新房價格，但是它新房成交下降了將近 10%， 但是一方面又是那個豪宅，对吧？30萬一平米的日光，所以你把這個整個的一想你就知道了，你看它整個的新房銷售在下降，然後豪宅是在增加的，豪宅賣的多了，它整個的新房賣的少了，那就說明那些普通的房子剛需房根本就賣不動。那這樣的話，你看看它成交的價格，那是不是房價漲了？那豪宅多了嘛，對吧？馬雲的收入也多了，那你一平均，对吧？你工資漲了，實際上你已經下崗了，對吧？你都被裁掉了，但是一平均，哎，你的工資也漲了，你說你找誰說理去，對吧？實際上這些數字，如果你把它搞明白了，你就知道啊，這些媒體啊都是有選擇的去宣傳，對吧？宣傳這個上海就是地價創新高，對吧？連創新高，感覺一線城市樓市很火熱。實際上你看看啊，成交量北京是下降 8%， 上海是下降 10%。很多人都知道啊，量在價先，也就是如果按照這個美國啊、日本的這個房地產這個經驗啊，如果房地產見底，一個標誌就是成交量先穩住，甚至成交量要回升，成交量先升，成交量先慢慢大起來，然後房價隨後才會慢慢穩住。所以先看量也没起來，现在量啊，25年成交量並沒有穩住，還下跌了，對吧？一個是 8%， 一個 10%， 這可是一線城市啊，杭州都不用看了啊，絕對好不了。所以說從成交量上來說啊，你要說25年樓市回穩了，企穩是不是一個謊言？26年先不要說房價，先說成交量能不能穩住，对吧？咱們先看這個成交量穩住之後，後面才有成交價格穩住。根據慣性啊，2026年這個成交量能穩住，那就是個奇蹟。我們先看價格，要到2027年再看。如果26年成交量都沒穩住，繼續萎縮，那就不用看成交價。如果2026年成交量穩住了，那我們2027年看價格有沒有穩住啊？這就這麼一個叫觀測指標吧。今天啊，這個熱搜啊，突然有個話題，這個話題也很有意思，很無奈啊，也就是我們這幾年一直講的，但是被視為唱空。但是今天熱搜啊，人家直接就是這個話題，什麼話題呢？說感覺今年是我消費降級最嚴重的一次。哎呀，網上各種吐槽的啊，這個上了熱搜，大家可以在熱搜上看去。感覺今年啊，是我消費降級最嚴重的一年，最嚴重的一次。
說浙江很多人沒錢了，不消費了；廣東很多人沒錢了，不消費了；說江蘇很多人沒錢了，不消費了；福建很多人也沒錢了，也不消費了。說以上4個省是我國最富裕的4大省份，但還是存在大量家庭沒錢不消費了。很多網友說啊，他說過去3年啊，我國大部分城市房價都跌了30%以上，核心原因就是城市里面大量家庭没钱，買不起房子。这个老百姓的钱去哪儿了呢？老百姓为什麼覺得自己沒錢？但是統計局明明告訴你啊，我們每年可支配收入都是增長速度是跟 GDP 是一樣的，有的時候甚至超過 GDP。那為什麼大家覺得沒錢呢？我們看一看啊，這個房地產專家孟小粗啊，他是怎麼說的？大家看視頻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談一個沉重但又繞不開的話題，我們的錢都去哪兒了？最近我反覆看2組數字，讓我心裡沉甸甸的。第一組是居民儲蓄，過去5年裡，中國居民家庭的銀行存款增加了90萬億元，這說明什麼？說明居民在努力存錢，為了防風險來做準備。但是緊跟着第2組數據更加觸目驚心，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的價格下跌，讓中國居民家庭的財富蒸發了180萬億元。你看啊，老百姓省吃儉用存了90萬億，但是家裡的家產呢，房屋財富呢，蒸發掉了180萬億元，是存款的2倍啊！這就像一邊啊，在小心翼翼的把水啊蓄在這個池子裡，另一邊卻捅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眼睜睜的看着存量財富在流失。這就是很多家庭現在感到壓力、感到沒錢真實的底色。那麼錢去哪裡了呢？蒸發掉了，蒸發了。問題的核心之一就出在連接儲蓄和房子的那根管道——個人住房貸款上。我想問一個問題，在過去房地產正常發展的這20多年裡，誰是最大的、最穩定的受益者？是銀行。根據可靠的測算，中國銀行業在過去超過10年的時間裡，從個人住房貸款這一項業務裡獲得的利息淨收入總計大約有8萬億元人民幣。尤其是在2021年前後啊，房貸的利息差能達到3%以上啊，我說的是利差，一年就能夠為銀行創造1萬億的利潤啊，這是銀行業曾經最核心、最優質的利潤引擎。那為什麼說是最優質啊？因為在中國，個人房貸有2大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違約率歷史上極低，長期在0.5%以下啊，遠遠低於其他貸款的不良率。第二個呢，我們實行的是個人無限連帶責任，這意味着即使是房子被收走，如果還不足以抵償債務的話，銀行仍然可以追索你的其他資產和收入。對銀行而言，這幾乎是穩賺不賠的生意。所以銀行在過去享受了長期的極低風險下的極高回報。但是情況變了，市場進入到了下跌期，房價持續下行，居民收入增長明顯放緩，矛盾陸陸續續開始暴露了吧？這個風險的天平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傾斜。那麼銀行還牢牢掌握着無限追索權這張安全牌，但是普通貸款家庭呢，卻獨自扛着資產縮水和收入不穩雙重壓力。當一些家庭實在難以支撐的時候，銀行最直接的反應往往是啟動法律程序，追究無限責任，加速房屋法拍。我認為這種做法在經濟周期下行這個階段是短視的，是不負責任的，從長遠看也是不利於銀行自身利益的。我認為銀行是時候該轉變思路了。你從老百姓的住房夢和家庭財富中獲取了巨額的安全的利潤，今天就有責任在低谷期反哺居民，共度難關。國家政策已經指明了方向，大家看，從認房不認貸到史上最低的首付比例，再到打破慣例推動存量房貸利息下調，政策層面一直在努力降低居民的負擔。但是政策的暖意需要銀行拿出實實在在的行動來接住、來落實。現在銀行的房貸利潤佔比已經大幅下降，從過去的支柱變成了普通業務，它完全有能力也有空間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呼籲我們的銀行體系尤其是主要的商業銀行，能主動採取更多雪中送炭的措施。第一，對困境家庭要允許減負要更積極、更廣泛的落實存量房貸利率的常態化調
調整，減輕月供壓力，這是第一。第二，對银石困難的家庭要允許喘息，要擴大貸款展期的適用範圍。對於失業、重大疾病或者是收入銳減的家庭，應當允許階段性只還利息，甚至是暫時停止還款，而不是簡單的把它說成是違約。第三條啊，就是要慎用法拍這把刀，法拍房激增只會加劇市場價格下滑，出現踩踏效應，進一步損害抵押物的價值，形成一種惡性的循環。你保護住了居民家庭財產的穩定，也就是保護了銀行資產的安全底線。房地產的低迷，這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一段路程。在這段路上，銀行不應該只是一個冰冷的追債者和風險轉移者，它應該成為經濟的穩定器和社會的緩衝墊，減少一些利潤，換來千萬家的穩定，讓出一部分安全邊界，贏得更長久的公眾信任與社會和諧。這是一筆更大的賬，也是一家偉大的銀行應有的擔當。希望我的這些話能帶來一些思考。謝謝大家。我看有個網友說啊，他說消費降級啊，他说以我們家來說啊，他说主要是對未來沒有安全感。我想這個也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聲啊，就是有那麼一部分人，他並不是手上沒錢，其實他也沒有按揭貸款，按理來說他應該活得比較輕鬆，但是他為什麼也一樣的累？就是對未来沒有安全感，也就是目前這個4月靜好，就是暫時的4月靜好，不知道能保持多長時間，天有不測風雲吶。他說雖然2年前我們家把房貸還完，現在是零負債狀態，本來之前還嚷嚷着要換大房子，現在2個人都熄火了，真的不想再給自己背上20年的房貸了。誰能保證自己能持續20年無病無災，還有穩定工作呢？他說我老公他們已經降薪30%了，主要原因是公司賺不到錢，現在面臨虧損。他說我雖然目前還沒有降，但是可以預見我未來的工作很快就要被 AI 取代，對吧？即便不全部被 AI 取代，至少 AI 也會大大提高效率。提高效率什麼意思啊？本來要招5個人的，现在2個人就夠了，對吧？不就砍掉3個嗎？2個人再加 AI， 對吧？所以說這個崗位人數都會減少。現在公司一直在研究怎麼用 AI 提高效率，一旦成功，就是結局你是懂的，那就是他可能就面臨着下崗了。所以他說我在這種背景下，我只能採取幾個措施。哪幾個措施呢？第一個是現金為王，遠離高風險投資。在經濟不確定性高的時候，持有充足的現金是抵禦風險的首要法則。保住本金比追求高收益更重要。我不會過分追求高收益，只求穩定。即使現在銀行存款有130萬，大部分也是買了債基，只有少量定投了指數。你看這不就是保現金嗎？第二個他說保住工作，这穩定收入是過冬的基礎，雖然有點難，但能苟住幾年是幾年。在收入的高光時刻，保持頭腦清醒，多攢錢，別等到收入降低或者沒收入了才想起來要節儉，效果會差很多。這第二叫保工作第三個叫控制債務，優先償還高息債務，避免新增非必要貸款，將家庭負債率控制在安全水平。特別在通縮時期，錢越來越值錢，反過來是債務就是越來越貴的，也叫資產是彈性的，債務是剛性的。以前總有人說20年前的這個1000塊跟現在的1000塊能一樣嗎？錢越來越不值錢的，現在這個邏輯可能要變一下。第四個他說我要消費降級，他說區分必要與想要的消費，砍掉非必要開支，將錢花在刀刃上，避免衝動消費，是吧？作為一個中年人，最佳狀態就是物質低配，認知高配，心態頂配。這說的還是比較在理的保現金，保工作。那這個恆大一暴雷，是吧？咱們就是提倡這樣。從2021年9月份，是吧？那個時候我天天苦口婆心的勸一定要把按揭貸款趕緊還掉。那個時候還有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一邊在銀行存錢，一邊對吧？還有高額的那個貸款。完了之後，他把那個存的錢還準備去買理財。後來很多人反應過來了，都去還按揭貸款，導致什麼？導致22年、23年銀行不讓你還，對吧？銀行設置各种障礙，你想提前還按揭貸款，你得先預約批准。那總之就不想讓你還嗎？為什麼不想讓你還？因為大量的人反應過來了，後知後覺是吧？那個時候我就建議保工作，錢難賺屎難吃特殊情況下沒辦法保工作，然後存錢準備過冬。
這個經濟運行啊，有它的規律。簡單點說，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吧？你去干預，你去干涉，可以，你可以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对吧？你可以去拉楼市，你可以拉股市，但是最終啊，那個買單的成本只會越來越大。這個就和那個深圳國資委、深圳地鐵救萬科道理是一模一樣的。它越早，對吧？果斷措施，深圳地鐵的損失越小，甚至啊還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叫置之於死地而後生嘛。你相當於自己給自己大腿先來了一刀砍掉，然後再給別人砍幾刀，最後那個萬科它就輕裝上陣啊。然後這個時候深圳國資委，對吧？它再通過，因為它這個破產重整啊，它可以讓別的國資委下面的大企業進駐。對深圳國資委來說，就左口袋倒右口袋，對吧？安排這個深圳的，反正大企業很多啊，拿個100億進來，把前面的這個深圳地鐵還有前面的債權人全部一刀砍掉，破產重整了嘛，對吧？你負債那都是承認個1%啊，对吧？100個億就還你1個億就完了，剩下99億就沒了。你看深圳地鐵來說，它是虧了，損失很大。但是你要從深圳國資委角度來看，它其實沒有虧，對吧？它虧的是深圳地鐵，但那邊來個戰略，他自己的這個別的公司，對吧？比如深圳什麼祝總，對吧？反正國資委的下一個企業戰略投資就完了。這樣萬科啊獲得重生以後啊，說不定在市場上，對吧？因為畢竟這個市場還需要人蓋房子，不是說房子不需要蓋了吧？萬科還是有自己的這個用武之地，那保不齊呢，對吧？它會吃一堑長一智啊，它好起來了，那深圳國資委在這兒的投資它也起來了，前面深圳地鐵賠掉的，它這邊又出來了。這麼一算的話，深圳國資委說不定啊損失最小，低內損失低外補啊。結果它不是了啊，它是這麼玩的話，只會損失越來越嚴重。違反經濟規律啊，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它只能啊叫應急啊，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終只會導致這個解決問題的成本越來越高。所以我對這個消費降級啊，我的觀點啊，實際上跟專家是不太一樣的。就是說，消費降級最主要原因，一個是現金流少了，第二個是預期不好，而不是你現在手上的財富少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事啊？就是對大部分人来說啊，如果你沒有按揭貸款，你有個房子住，你的房子縮水了，或者你就不花錢了。不花錢是因為你工資降了，你工作朝不保夕啊，跟你那個房子沒關係。相反啊，哪些人消費降级跟房子有關係？就是那些被忽悠，他本來他没錢買，对吧？他沒有那個抗風險能力，結果被這些專家被這些房吹一吹之後，他貸款，對吧？本來30%的首付的，他搞個15%首付，他被忽悠上車了。這些人他消費當然要降級啊，這些人他不僅是消費降級，面臨着破產。所以專家說啊，消費降級是因為你這手上房子在貶值，這個不對。消費降級最主要原因是你的現金流有問題，现金流有問題，說白了就是你的工作恐怕不保。第二個，你的這個，比如你開個餐館，你餐館去年他一個月還能賺個3000、5000的，現在不賺了，那你會消費嗎？你也不會消費，對吧？所以說消費降級主要是現金流，這第一個。第二個預期，就是對未來預期不好，預期不好主要是因為社會保障，對吧？不完善，經濟呢低迷往下走。我們反過來說啊，如果這個房子漲價，誰會增加消費呢？那些炒房的很有可能。對于普通韭菜來說啊，只有他工資漲的時候，我今年是5000一個月，對吧？我明年肉眼可見的啊，就能漲到1萬，他消費啊一定會升級，對吧？首先他那個車他就想換，沒車的想買車啊，有車的想換車。如果你手上就一套房，今年是100萬，明年漲到120萬，你消費會升級嗎？不可能的，對吧？那一套房你要住啊，你有人說我把它賣掉，我掙了20萬，我100萬買的嗎？賣120萬掙20萬，問題是你再拿100萬你買不到房子了，是不是這個邏輯啊？你怎麼能不住吧？所以說對那些只有一套房的人來說，你房價漲跌對他沒什麼影響，資產什麼縮水，他就不消費，他消不消費跟他的這個現金流有關係，只有跟那些手中啊拿了5套房8套房的人有關係啊。當然了，5套房8套房的這些人很有可能啊，他把房子賣了接着炒，他也不一定會消費，他會買更多的房子，對吧？他是本來5套房一升值，他把5套房一賣，買6套房，這應該是這麼操作。所以說1000到1萬啊，拉動消費，刺激消費，還是要提高韭菜收入，對牛馬對韭菜要給予保障，牛馬韭菜的權益要保障到位，对吧？社會保障體系要完善。我們房地產漲得最快的那20年，你回頭看一看，那個消費也很差。這專家就喜歡閉着眼睛瞎說，為什麼房價暴漲的那20年消費也很差，但是大家不提呢？因為不重要啊，對吧？這消費不行，咱們外貿還投資，這不是呼呼的上嗎？3駕馬車有2駕馬車跑得很快，
那一架马车跛腳不要緊。也就是说啊，从我记事以来，这20多年来啊，就是从2000年開始，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就是一句口號，從來沒有變過。也就是說，這個消費一直就這樣，只不過現在更慘了而已。所以說，專家應該解釋一下，過去呢房價1年漲1倍，那消費也沒咋地，也沒上去，應該看一看這個。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